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北市个通报2件，敢若是虐待囡仔的案件。这2案拢是外籍移工生的囝，其中一个婴仔已经不幸过身，另外一个囡仔嘛是当伤咧昏迷。针对最近连续爆出虐待囡仔的案件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，这是中央甲地方爱共同来解决的问题。所以3月18，也就是明仔载，卫福部嘛去到立法院来做专案报告。台北市府警官标顶面大会所多念户，共带囡仔人虐待死去的1岁查甫囡仔，有家长发起开对不起行动，要伫3月17、31，还有4月初7 3天，到双北市政府来献花悼念，要求政府爱重视虐待囡仔的案件。不过案件还未平息，台北市搁再爆出2件，敢若像虐待囡仔的事件，2案拢是外籍人士的子女，其中1人已经死亡。3月15号，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接获2起无国籍宝宝疑似感染诺罗病毒，1起已经死亡，而另外1起目前仍在住院当中，司法的相验还未进行，问题的真相尚待厘清。我们仍然向中央提出了儿少重大的一个保护事件的通报。根据社会局了解，一个文山区的查甫婴仔，敢若去喂着诺罗病毒，送病院了后不治死亡。死因即阵也等待司法的相验。另外一个案发伫桃园的囡仔，最后照顾人来到台北，要找关爱之家的人员来协助。送病院相关发现，敢若疑似喂着诺罗病毒，囡仔拢毋知人啊。经过急救了后，状况已经慢慢稳定，不过互发现身躯有乌青，相关单位也拢真重视。台北市长邱万安也伫16去视察。来自不同的家庭，在调查的内容这边，我们因为还没有得到结果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特别说什么。可是确定就是有一个小朋友，他现在正在恢复中。这2个小孩是病毒性肠胃炎还是疑似诺罗的一个感染，都只是一个臆测，因为没有相关的一些检验的报告，所以没有办法做确认是不是因为诺罗造成的死亡，那恐怕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厘清。日前调查了解，关爱之家除了死亡个案以外，其他人就拢无胃着诺罗的症状，初步排除互相小胃状况。虐待囡仔事件不时发生，立委也呼吁爱加重刑罚。卫福部保护司是要求台北市进行行政调查，赶紧把相关的资料送到中央。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强调，虐待囡仔案件是中央甲地方爱共同面对解决的问题。18卫福部会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做专案的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